你把它嘛？下，你想给我啥办法呀？努力。当我牛。啊，不在就不在。啊，就这么近，看看。走，看，俺老要么干的呢？你米。懂啊。比较这个人叫金吧嘛。好高。他们飞一岁啊。还不高钱吗？啊不陪他，上班就陪他。刚晚上我溜溜陪，高价我陪他。俺也干嘛干的？对，俺搞那捡的，俺搞捡的。啥呀？拿啥去？好捡路。我刚才找我陪我主要我找到了，别搞我那上体验的。俺现在把我按照领了。那晚上多少钱？店叫啥不高呢？我看。不用离开了吗？那部东西太简单了。算了，懂了，完了。晚上啥嘛？就不要生意。生意。那你这个？那边没。看。我点什么？